对今年的花灯作品，会用看到环保甲防疫观念的重视，包括海东、海淀、安庆甲安南等10个经国中小526位的学生参赛。经过2阶段的评选，对平面图到立体彩画，最后选出120件的作品。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大多数的作品结合公民自主防疫的表现。亲像大道公好夜新乡来挂嘴暗，将原本严肃的议题用趣味欢乐的方式来呈现。皇宫的主神是大道公，我画了台江生态，代表大道公保境护生。你画了什么？黑面琵鹭，还有白鹭鸶和盐田。那这样的景色是在哪里看到？这是台江生态。因为听老师说，大道公跟宋江镇都是朝皇宫庙宇的特色，然后也是大道公跟宋江镇都是守护台江16寮，然后就又结合那个台江社区大学的活动，所以才想到这次灯笼的主题。大道公，然后那个船就是他戴着口罩要送给大家，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这样。刚好看到他们有那个大道公讲疫情的，就刚好想到就结合起来这样画这样。那你的灯笼被展示在这里，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开心这样。上午的成果发表会，除了邀请所有的入选学生以及学校校长甲家长共同参加。另外，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甲海尾地皇宫的副主委谢文祥嘛特别到场出席，为入选的学生甲老师家长来鼓励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